今天的节目是来记到红歌声，节目开始带来一首《转情风》，还邀请所有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转情风。这首歌曲吼，希望咱观众朋友会当介意吼。今仔有部分的所在，真正嘛是一落着雨啦吼。好，来感谢锁定济的观众朋友上线泡泡啊哈。来哦，为主啊姐、李梅姐、关中大哥、苏贞姐，还有钟大哥、婚人姐啊，美华姐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苏梅姐，咱的美好哥哥、国登大哥、金钟大哥、金玉姐、文章大哥。咱的姚大哥，还有咱肖大姐哈，谢谢，感谢恁默默的抱啊声吼，姚大哥、姚大嫂拢总有上线哈，来感谢恁咯。谢谢。这个冬天要来啊呢。对。今日这2天的这个温度吼，一天拢降5、6度啊。
是，伊是讲这个早起时啊，这个秋风的时阵微微，会感觉会寒。会啊，咱的观众朋友，会记得吼，爱加穿一领衫。啊，伫遮呢，要祝咱这个事事顺心。啊，愿咱大家呢，拢总会当做这个平安快乐啦。对啦，健康就是福。有一段话是安尼讲的，伊讲吼，使人会成长，会大汉啦。好，吼，这个会生活的时阵呢，将来都毋是讲就这年龄。哦，有一个人会降换啦。哦，毋是讲你加一岁，啊，你本身的身体成长就会降哦。哦，将来嘛，毋是像这个中国啦。啊，我咧讲哦，你本身安怎，你安怎袂使，你安怎袂使。你甲你警告安尼哦。啊，不然呢？不然是啥物物件？是咱行过毋对的路啦，咱做过毋对的代志啊。吼，食过着像这个食亏啊，算袂清楚的这个付出啦。安尼，才会当去得到这个经验。啊，经验使咱会做这个呢生活，使咱会做这个成长就对。啊，那么呢，咱伫遮的时阵，员工大家的时阵，行到像这个真黑暗的所在啊，吼、会当得到像这个柳暗花明处啦，柳暗花明，吼、就意思就是讲行到真棒啊，苦尽甘来啊，了后的时阵，你这个越过头等于啊看过去安尼，你就感觉讲哦，这就是安尼，叫做来了解人生的道理。简单讲两字讲就得道啦。有种这个物件呢，咱咧鸡汤的时阵吼，你要练鸡汤。是。这个鸡汤若无熬的时阵，就是练的意思对。哦，若无练，你讲吼6点钟、7点钟，这时间无够。未芳。哦。啊，若人生若无练的，哦。吼，若无折磨是袂甜的。哦，嘛袂成功啦。对，做人的时候，啊，就这个无担劲，你爱就是讲爱接受到这个拖磨。磨练，磨练。搁再来的时呢，即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，你都爱挺得住。吼，爱家拼好过就对。哦对。突破瓶颈啊，是。才会当创造奇迹。系啊，如此的时阵呢，才会当做这个与众不同啊。对啦。要若无的时就是啥，就是 out， 就是出局啦，出局啦。吼，是安尼。就像拍棒球安尼讲，所以讲 out 啊，当出局去啊。这个吼，这个熬啊，这个练的时阵呢，是一种像这个温忍啊，嘛是一种像这个历练，吼，一种的这个意志，是，啊，一种的这个累积，也甲一种的是对咱家己啊，吼，的这个信心甲坚持。当咱讲像你像这个吼啊，经过着千辛万苦了后，吼，啊，你练过着去拄着上界黑暗这个时刻了后的时阵呢，你的这个人生，就会来迎来，就会去啊迎接着这个曙光啊。光明。曙光就是光明。对。吼，曙光就是像这，咱的下早时啊，日头多拍铺光啊。哦，安尼多拍铺光迄个光线，叫做曙光啊，吼。来，好来。昔日哦，旭日东升的艺术，好来。好咯，好，谢谢。哇，线顶吴明忠大哥、丽娟姐、坤兴哥哥，哦，还有咱麻豆徐大姐拢上线咯。哦，金桥仔啊，金钟大哥我拢看到哈，感谢你某某的捧啊声。来，今天的节目来甲记者捧歌，请咱头一阶段准备，咱来点歌咯。来，今仔日的6首歌曲，后山姑娘。日头渐渐浮上山，阮就要去行。跋山过岭，若行若念歌。第2首歌曲《难忘的人》。满天的青松铺云，满山轮的花香味。难忘的人。第3首《可爱的人》。是有一个心爱迄个人，可爱
的人。来第四首是怀念的人。怀念着迄个无缘的人，怎又予我心头乱？来第五首歌曲《思乡情歌》。离开故乡的情伴，思念你我思念你。来，今仔上尾的这首第六首哦，走马灯。是幸福是不幸，愿景来做成。恩分袂清，何必抱不平？来，以上六首歌曲，观众朋友，咱来做互动点歌咯，谢谢。来8326-317，8326-317。来，中华县市第八高县市加一个控诉哦。还有这首歌曲《后山姑娘》，第二首《难忘的人》，第三首《可爱的人》，第四首怀念的人，第五首《思乡情歌》，最后一首《走马灯》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美华姐哦，漂亮宝贝，哎呦，你今天穿这一件衣服哦，哎，好像18岁的小姑娘呢。对，不要看这么简单的衣服呢，好像18岁的小姑娘呢。谢谢阿姐啦。酷酷哥，你好。哦，你安尼还有侠物呢。哎呀，哦，每天都讲一些那个，嘿，给我们听呢，我们非常喜欢听呢。但愿会当大家吼，拢总我今天要点第4跟第5啊。第4跟5，怀念的人，思乡情歌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祝你事事长虹。谢谢，好的，谢谢。来，酷酷姐你蛮好哦，嘿，来，坤信哥哥。嗨。今仔要听多少首？小朋友大家好。嗨。好。我今日听第4个第4首。第4首。第1个第4首。哦好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1跟4哦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感谢坤信哥哥平安哈。来，康苗姐姐你好。欢迎你好，你两个好。好，大家拢好。来，我听4跟5啦。4跟5。好哦，我写开。怀念的人。好。思乡情好，歌。感谢你哈。好。来，叶大姐。台南区。我都歹卡，拢卡袂哩。一个服务。我点那个后山姑娘。后山姑娘第4首。阿哥怀念的人。我来怀念的人是第4首。谢谢哈，叶大姐，我下开啊哈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来，秀芬姐啊。你即摆头毛干啊，正18岁咧。安尼哦，拄好加对。我即摆都搬厝无用，才无靠。哦，是安尼。我搬去宜兰市啊啦。好，啊嘛是。连迄个第5所到第6所啊。5跟6。安尼，秀芬姐我下开啊哈。好，感谢，谢谢平安。来，你好，台北叶大姐你好。喂，阿姐你好。系。听我第5首。第5首《思乡情歌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淑珍姐。欢迎詹老师午安。好。我要点第5首到第6首。安尼啊。 5跟6。好，我写开啊。连淑珍小姐。平安，平安咯吼。大家快乐。哎，来，观众朋友吼，咱这段时间都是点歌的时间，可能有真侪新朋友讲，哦，阿姨拢在创啥？来，点歌就点我后壁才有6首歌曲吼。 啊，咱来做排行榜哦。我若讲较侪人点的，咱来头前甲唱啊吼。好啊，趣味啊，来，最主要要甲恁互动啊吼。来，尤大嫂。喂。哦。阿嫂你好啦。
帅哥老哥啊！今仔要听倒一首我歌？点4到5。4到5晓。哎，哇，来，这是咱尤大嫂哈。对啊。阿嫂，好。我甲你说者啦，昨吼甲我掠猫啊咧，哦，掠这大这猫啊。啊，我跟你讲哈，爱逐工啉哦，哈，爱逐工啉吼。身体甲照顾好，来，姐姐，健康才会快乐。欢迎你，嗨，邓老师好。好。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后山姑娘。哎，第一首。加迄个使用情歌。第5首。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你。下凯哈，平安哦嘿，谢谢佳佳。来，你好，丽美。苏大哎，姐。主持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要讲第2首甲第5首。难忘的人。第2甲第5。好，没问题。第5 ，OK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手来甲做安排。姚大哥。两位午安，我要听第5首甲第6首，谢谢。第5甲第6。好，谢谢姚大哥。心中情歌，赵美婷。来，你好，严明虎大哥。喂，你好，大哥好啊。啊，你2位好。谢谢你啊。来，我咧讲啊，我都定咧讲迄数我，数理发财啦。哦，收到。数，大家拢财源广进。感谢咱明虎哥哥啊，哦，伊拢开着讲好话啊啦吼。来安排思乡情歌头一首啊嘿，老师你做准备哈。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啊，就安尼互动吼，啊来上线者啊，表示讲，哎哟，这个时间你拢有咧甲阮支持，有咧收看着阮的节目，吼，啊，咱的节目叫做义达破歌声，每一天你这个时间拢总看到阮两个吼。啊，每一首歌曲拢总是现场义达自弹自唱的哦，嘿，用这一人大乐队，即马一人大乐队，伊也要弹，也要唱啊哈，吼啊，这首歌叫做《思乡情歌》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故乡的情伴，思念你我，思念你。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。想你的形影，偏偏咱来隔着顶山。故乡的情伴，一个时阵不知变安怎。上通来安慰我，也是感觉伊向风愈寒。你是故乡的情伴，思念你我，真正久无叫你的名，真正久无听你的声，忍不住搁再想你想你的形影，偏偏咱来隔着顶山。故乡的情伴，一个时阵不知变安怎。
甲伊向风愈寒。离开故乡的情伴，思念你，我思念你。思乡情歌。哦，来，你来讲情歌。哎，加唔对音乐。哦，情歌。好来，线顶是咱的佩华姐、惠美大姐。哦，惠美大哥啦，歹势吼，姚大哥、文东哥哥、申叔哥哥、蔡大姐、调兴哥哥，感谢美华姐姐姐，哇，咱这个英语大哥吼，感谢你默默的捧我声，姚大哥、姚大嫂，明华哥哥嘛哥上线甲你拍捧啊吼，谢谢，咱的美华姐姐，谢谢，感谢咱默默的捧我声吼，来美主姐啊，谢谢咱的秋景阿姐，哇，丽娟哦，感谢，来继续要来安排吼，老师我先唱一个啦。后山姑娘，哦，拄则这首歌曲吼，爱讲者，哦，这思乡情歌，你看偌济人点，吼，无怪这首是头一首哈。美华姐姐、康苗姐姐、苏珍姐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秀芬姐啊、叶大姐、佳佳，啊，个咱丽梅姐、姚大哥、冰河哥哥。啊，那我这首叫做后山姑娘吼，来，咱的坤星哥哥、叶大姐、佳佳，啊，个咱陈妈妈所点的吼，芳玲，甲恁献唱哦，谢谢。
谢谢。好来，感谢哇，遮侪咱观众朋友来点这首歌曲吼。哦，啊，线顶是咱这个调音哥哥、红英啊姐哦，感谢美珠姐啊，恁的捧啊声吼。哦，马玉山啊大哥吼，康苗姐姐安尼，雪燕姐好，冠中大哥，啊，咱来自宜兰的邱大姐，新华这边咱有sen树哥哥，哦啊，台中这边有姚大哥，啊，咱南投是美珠姐啊。谢谢啊！素梅姐你是高雄的哦，吼，立峰大哥是咱沙坪埔的，好，康苗姐姐，啊，还有咱南港区这边咱美华姐姐，谢谢，啊，还有咱哦丽丽的明和哥哥，哇，这默默的捧啊声哈，好，拄则吼，咱讲正经的，这若讲咧唱这种歌，还真的有一点肺活量，真的要有点力气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咱观众朋友咱讲有时间。吼，会当去后山行行咧，啊，莫讲无一定讲后山，就讲你若做会到，会行会走，你就是安那。人讲出去外口运动散步，啊，都安尼活着就要动啦。啊，当毋是讲安尼，我讲吼，迄毋是厝前后壁，就讲安尼公园行行咧。啊，拜六时、礼拜四的时阵，时细若咧招讲啊母啊爸，行啦，咱来5口吼，行行咧啦。啊，但是咱一寡时段就讲，你看我电视的一寡阿姐拢讲，啊，我咱骹拢会无力，吼，啊，都拢安尼，有当时啊，个会软骹，哎呦，伤行者时阵吼，哦，这后骹筋这个所在拢安尼，哦，啊，拢啊酸软咧。真想要行，但是无法度行。啊，你着减一项。哦。啊，你若愈袂行吼，你若愈无行，以后就愈袂行。嗯。哦，啊，若如果倒伫遐的时阵，逐工拢懒的时阵。安尼时阵呢，吼，像这个人生嘛未光彩，未快乐啦，对无？即马吼，咱跩一寡，咱跩大哥大姐，若咧看我的节目的时阵，拢知影讲，芳林迄罐若甲啉落去的时阵，即马都安怎？真好行哦，真有力咯，即罐。这吼，用我咧讲，国啉的比注射搁较紧，效果搁好，舌下吸收。较全面性啦。对。小分子的。对。哦，水甲啉，啊，大概时就差不多安尼吼，半工吼，1、2点钟久了，是你就豆你就感觉。即罐啉落吼，补你的骨膜骨髓，吼，搁刷落，互你的筋会变 Q 软。是。真侪时段吼，你伫咧酸、伫咧无力的时阵，其实毋是讲骨质疏松尔呢，嘛毋是讲我肌肉揪去哦，是迄你的筋翻硬去啊。筋翻。啊，翻硬去啊，是要。我咧讲吼，你若筋翻硬的时阵，你要了解安怎啊？你发觉着讲，你手即摆伫咧按，你咧掰物件好，啊，你顺毛巾的时阵吼，感觉讲这手安尼卡，袂使会出力。走路嘛卡。啊，甚至讲你即摆若筋翻硬的时阵，你甲跍看卖啊，哎呦，人来跍落去，要掰开啊，掰袂开啊。你即个后壁骹头，即个骹头，脚骹头腕后壁即条筋啊，拢总翻硬性去啊，无弹性。对。啊，春秋的时阵就袂自然。所以讲，即个时阵啊，观众朋友毋是顾骨头、顾肌肉尔哈，筋嘛是真重要哦。哦，安尼啊讲，筋啦，骨啦，对。我啊，就即个咧骨髓拢家己顾好势。对。来，即罐囡仔有啉无？真侪时段啉啊，你后差不多正个月啊尔。是说啊，我咧讲，伊伫厝内底，伊就感觉讲，吼，像讲我咧爬这个椅啊就好，啊，最近咧爬的时阵，哪会加足灵灵的，吼，加足紧的安尼啦，骹手加足紧。以前若咧爬的时阵，拢安尼，哦，拢安尼好换者才内开着，这最近就内开。啊，是说啊，伫咧招的时阵，好哦，无来甲试看卖啊咧哈。人外表规身都好，啊，就安尼吼起落安尼，真袂自然，真袂舒适。即款的这就是退化。对啦，啊，即摆若是说啉的了后讲，哎呦，芳龄啊有影呢，啊，枕头我咧讲哦。迄枕头咧饲的时阵，家己嘛会惊咧，毋敢讲吼，行真远安尼啊，即马毋是啊，好，行咧偌远咧吼。好来讲到遮，即马呢来准备哦，要来进行第2阶段，要来摇歌，吼，咱来摇歌哈，来谢谢。摇歌的时阵，今仔安排2首歌曲，头一首哦，我看嘛1、2、3、4、7字吼，第2首4字，今仔要送恁啥？来，我有讲过啊哈，咱可能送到1礼拜就无啊吼。来，今领鳄鱼的哈，6笑7笑皮单皮，嘿，薄咱这薄被，就是讲吼，你安尼来讲安尼，来坐伫碰椅也好啦。啊，毋是啊，像讲即个天，哎呦，要加伤少，毋加个干呐，人风的，今领拄啊好，吼，好来，准备
落歌。水条歌词内面就拢有啊哦。さよなら。这首歌曲因为我有唱到日语的，啊嘛有唱到台语的，你无能讲你要要日语吼，也是台语的歌名，拢总可以。若知影讲这个歌名，赶紧利用到咱的头前这线电话，吼，节目的专线电话04-826吼3631704-8326317的电话来。我继续要过来甲演唱第二首歌曲，第二首歌曲的声是文夏先生，伊的外名外号呢，号做这个秋人啊，秋人，伊所呢也这个唱红的一对歌曲。虽然讲经过着真久的这个时间，但是呢，咱甲听起来，这个歌伊这个意义。甲一个歌词，歌曲，拢总真好听。来，咱来个又看嘛咧。相信真是风难保庇，实在乱世佳人紧的性命，爱情归
在心所爱的人。车轮连转过了青春，秋花路程再苦海，不是爱情路历，心内有你一人，红的心花。纯情也永远咱所爱的人。这首歌曲4字的叫出什么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。来甲做这个诱看卖咧，啊，我这边主持希望共款要来甲走一底做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。这个演奏曲了后，咱这记哦吼，谢谢大家。时间的无情啦，时间足短，唔是你咱无闲。来，要来甲做一个查指，或者这个动作。好来，已经10指啊，吼，10指啊。来，咱头前这个歌曲的时阵，合作。系第一首7字。酒乃落开约西欧那拉，可能鸾花再会吧。第二首歌曲是。飘浪之路，飘浪之路才对啦，吼。好，来哦，甲收起来，等下再来公布吼，看今仔是什么人会当中大奖哦，吼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哇，今天好多新朋友吼，甲即马个咧卡，明仔载较早一点吼，咱逐工拢总有来这个乐歌足趣味的哈。好，啊，何芳玲的老师来安排第3首歌曲的时阵，何芳玲甲咱观众朋友来顾身体哦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
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达人佩提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佩提。佩提，自从你顶抓，甲咱介绍咱这个脚有力了后，哇，你敢知影？咱电视机前的足侪爸爸妈妈讲，芳玲啊，真正吼，原底是半年、4个月，就爱去注射注一届啊，吼，去注迄玻尿酸啦。但是即马唔免安尼，你像讲或者我印象上深的，住伫咱高雄三民区的咱陈爸爸，陈爸爸讲或者伊原底因某安尼咧行路，啊了了行，啊若讲安尼无去注射转来了后，伊讲有啦，转来了后差真个月啊安尼骹手就加足力了。对。但是总2个月尔，就佫开始佫慢啊，缓慢。艰苦啊，就要搁去做。我来讲，做这时大人拢安尼吼，因为没有办法啦，咱软骨来流失，你得爱注一寡玻尿酸，啊，你爱知影注一支6000起跳，6000的，两支卡12000，12000，吼，然后3个月半年爱搁注一届，对，所以一注咧吼，你也无注就开始疼，对，安个呢？你有感觉到讲吼，其实你注了，你即使有去打玻尿酸，安跟想到嘛流挂苦袂落。为什么哈？手压袂起来。对，因为你要知影哦，其实我们的骨头不是讲干那补钙质尔，不是干那补这尔，啊，你个补你的软硬骨嘛，对不吼？对。过来咧，你上重要爱补你的韧带，相当你手会弯，脚会曲。腰会弯，其实拢跟咱的韧带有关系。你食迄鸡翅时阵，内底是毋是一个白白迄？对，迄啥？迄个是韧带。哦，所以这拢是息息相关的啦。咱的韧带跟咱手恁共款，你扭出来时阵吼，伊本来拢有弹性的，对，扭久了伊安那弹性疲乏，啊，你若搁直甲扭，无互伊修复，啪，怎长去？所以你看，做些运动员哦，所以伊的韧带受伤、韧带断裂，可是因为过度使用，直扭啊，长去的意思。过度使用。所以咧，咱不是干那讲补硬骨、补软骨，上重要，咱的韧带嘛爱去顾着。是啦，你讲韧带若顾着的时阵，就是像你讲安尼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你咧苦咧开的时阵，加足骨溜的，对，活动较会当自如啦。是，啊，这毋是我咧讲，有的人咧苦要爬开的时阵，毋是因为你骨质受伤啦，不是，嘿，是因为你的韧带因为脆化掉了，所以阮内底咧有加一个叫做来自西班牙的蛋壳膜。蛋壳膜，来，想要用西班牙，你讲全世界拢有加嘛？对，想要用西班牙来，为什么？来，因为因遐水质嘛，空气嘛，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嘛，食物比较新鲜，比较无污染。对，包括因的鸡卵嘛是较无污染的，所以阮专工就是要用因的蛋壳膜。啊，你知影蛋壳膜是为倒无？蛋壳膜就是咱食卵的时阵，卡掰掉迄个膜啊，大家拢唔知，拢甲蛋掉。其实呢，生物科技发现讲吼，其实迄个膜内底有第1型、第5型、第10型的胶原蛋白，对咱的韧带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修补作用。安尼配体，咱这爸爸妈妈讲后摆来咧食卵的时阵，甲迄蛋壳膜加落去。来，无共款哦，这是爱用现代最新的一个生物科技的技术甲萃取的。啊，咱今仔要安怎卖？来，我先讲一个哦。好，阮外口一盒，12支共款的吼，是，就是18块，1800块，1800块。今天就是2盒，原本外面是偌济，3600。对。今天只要2500，2500的你会使炸落去。今仔这组2盒安尼2500块，但是顶抓的时阵配体，咱有搁加1盒啦，真的啦。顶抓的时阵吼，有甲伊叫伊加码啦。伊讲吼，咱这个产品伫咧推出的时阵，对嘞，还没有尝试到嘛，对不？但是今仔日做活动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咱这时段搁食到遮好的时阵，咱袂使共念开啊。你爱知影外口这3盒偌济，你知影？哦，3盒5400呢，5400块呢。对啊，但是咱迄阵是卖2500块，咱今仔嘛是照安尼啦，吼，照安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50组来0800因我的0800815181，但是吼，佩蒂，咱这遮尔好着，真侪时段讲有大组的无？大组较省啊，来啦，大组的啦，吼，2盒。大组的就我咧讲吼，就是3盒再加3盒，这就叫做大组的。大组的偌济啊？5000块。这原价时阵吼，这就爱偌济啊？你讲1800块一盒，你来算？哦，要万通块。万通块呢？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5000块而已呢，无大劲。佩蒂，大组，你小喊啦！大组吼，咱搁甲加码者啦，因为足侪时段就等这个档期嘛。伊拢买细组，已经买几落摆啊。来啦，今仔观众朋友，这盒加落，你知影偌济无？7盒4价。
12000多，12000块以上，12000。你今仔甲我卖偌济？大组是偌济？大组5000。唔是啦，我甲大家讲一个哦，阮内底是有用西班牙萃取的蛋壳膜呢。对啦，我知影，唔只会讲这是专利的蛋壳膜，唔只会咱在时代食甲，效果真正是有够好。35000粒的鸡卵才有法度萃取到1公斤的蛋壳膜粉。来，今仔这组哈，卖量，搁加码，今仔搁加码落去，加一盒啊！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这组原底来偌济？一盒6800块，这组买等时阵12600块。今仔特别优惠哦，7大箱，互恁5000块。来啦，今仔日7大箱5000块哈，观众朋友啊，我们再次加码了哈，08008151810800815181，互你即马开始，你免搁去注射，比注射挡搁较久，互你咩搁较好吸收。针对着讲，你即摆已经爱去开刀啊，爱去注射，哎哟，甚至有真侪即讲真艰苦啊，咧吞药啊，你就知，迄有当时安尼吞着安尼规大暝啦，你毋免互啉的就好。世界专利的，拢注意咱天然的食物内底萃取的哈，一罐就甲你密杂，包括你安那，互你会当软 Q 哈，甚至有咱有阿姐讲说，哎哟，食皮肤加偌水，遐也就搁讲，这内底咱订，包括讲订的软的蛋壳膜第5型的哈，第5型的胶原蛋白喂，你好，慧茹姐。对，我要买。你等我哈，刷卡甲你接落来哦，刷卡哈，11刷甲接落去哈。专利的黑酵膜会当增加你的肌肉的哦，来哦，用过拢总知，素梅姐。哎，我要一撮细爱。你等我哈，刷卡甲你接落去啊，嘿，谢谢哈。来，08008151810800815181，咱这是专利高浓缩萃取的我讲3天就要互咱观众朋友足有感觉的。如果你即摆咧哭落去要变数的时阵咧爬开画救人的，你早晚各一瓶，满线哦3天互你有感觉，7天你会感觉讲，哎哟，哪会加遮灵活着，哪会加遮轻松着？若少30天，1个月时间哈，伊就会甲你再生做修复。你出入内外甲你轻松，3种关键拢总甲你顾咧，就讲甜的、软的，包括迄个筋拢总甲你顾甲对哈。来，08008101810800815181，今仔日7盒甲摕到转去，原金就要12600块。观众朋友啊，今仔优待价小只5000块。摕到7大啊无08008101810800815181，互恁听看卖，人客食好，甲咱斗相报，我来斗接电话哈。电话你即摆开始卡，来，导播，互咱观众朋友听看卖啊咧，来。你脚有你食了安怎？食甲敢即摆较有力无？头是较袂痛。较袂痛吼。好，恭喜你啦我脚头是迄落退化。嘿。我若用逐工嘛去行操往回操2公里。安尼哦，往回操2公里哦。嘿啊。你即摆安尼食咱的迄个安尼脚有力，安尼脚有力咧，会当安尼往回行咧2公里哦。毋过我腰脊骨嘛无好啊。嘛较无好无要紧，佫继续努力哦，嘿，好无？好，谢谢你。我食了有效呢。脚即摆加较有力呢。加较有力吼。脚加较有力。我本来拢，我咧即摆去开刀开一个了化，到83岁咧开刀开3届了嘛。哎哟，你开刀开3摆？用骨啦，用骨啦，骨关骨啊，骨加较头啊，拢到加骨头呢。安尼哦。嘿啊，搁跋倒，大家摕几啊针我食你做袂歹呢，若搁叫大做啊，较有个。嘿啦，爱叫5000块的啦。大做啊，叫大做啊。好，谢谢寿主姐哦，嘿。谢你啦吼。我食。来，我咧做登记吼。谢谢，我咧讲吼，你看卖啊，这拢总是食好，甲咱斗相报。咱阿姐吼足可爱，伊讲我毋是。我是看你的节目的时阵嘛，看到足久的，看到真入啊的时阵才甲你叫呢。有影，
那即马出门的时阵吼，你溜了，人若咧甲咱问的时阵哈，你来记咧哈，食好斗相报哦吼。来0800810800815181，细组钱来买2盒送1盒，大组的6盒，咱搁加送你一盒，互你摕回去7大盒，7大盒偌济？7大盒才偌济？5000块。0800810800815181哈，拢总大。对，咱小等的时阵，公司就给你寄上。喂。对，货到付款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摕到物件。喂。对无？桂花姐哦。嘿。桂花姐，你要来吼？嗯。好，来，我来写开哈，要大还是细？大啦。大张的吼 ，OK。好，我写开哦，嘿，谢谢你，谢谢哈。好，来，更年姐大哥哟。更年大哥，你要大张细张的？大组吼，好，还恭喜你哈！谢谢你哦，嘿，好，感谢谢谢，我有你的资料。来，感谢观众朋友哈，电话继续互恁卡，啊，若食过大家拢知影，你像讲这吼，那呢老朋友都知道，大组较好啦，吼，啊，你看想看卖啊，你若像讲做安尼艰苦的时阵，啊，就超3个月半冬，吼，有诶冻较久，讲冻半冬，就爱去煮一支就爱6000块呢，即马唔免。五啉的比五煮的效果更较好，迄时针足长啦，不夸张哈，真正足长的，啊，甲你煮落去的时阵，真正是现煮现轻松。但是吼，时间愈来愈短，你唔免，你就安尼乖乖，逐工甲啉，逐工甲啉。我咧讲3工，互你有感觉；7工，互你会当改善另外。若讲1个月时间，就豆豆甲你修复啊吼。你即马开始来甲做保养，观众朋友啊，过年花仔念伊到哈。是说来讲，哎哟，啊，长期间就一届休着规10工，母啊爸，咱出来行行咧。我咧讲，你着甲应伊，吼，你若即马开始来去保养的时阵，你着免烦恼讲过年人咧招出外，咱唔敢甲人去哈。甚至咱有真侪时段，我咧讲吼，超过10组人客敲电话甲芳玲讲，芳玲啊，我即马有法度出国甲人佚佗安尼，我打去越南拄好转来尔呢。昨日甲一个，咱迄个刘妈妈甲我讲，伊去啊啦，去越南的富国岛才转来尔啦。是。哇，这啊你我倒多开放，多开放。伊讲足好佚佗的，吼，这人来安尼行来，来当安尼轻松啊，行走自如的时阵吼，吼，这出门就是爱去看看。心情加偌好咧。吼，心情转来哦。是啊。伊讲吼，迄出门的时阵吼，哎哟，我那个最近咧，甲来少年人啊，伫咧行路的时阵，哎哟，袂输人呢。你这组有影好，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来电话继续互恁卡哈。来，啊，我即马呢先来邀出着今仔种种的人客，啊，无我等下去甲恁家老去着歹势啊，吼。好啦，啊，恁电话继续卡哈，线卡即串电话，吼，包括讲咱的节目专线，恁拢总会使卡哦嘿。来，我准备。美香哦，连美香大姐，美香姐，恭喜你哦，恭喜你哈，音乐甲走落去。好，谢谢。你看嘛，咱线顶还阁有永福大哥，咱拄则阁有咱的更年大哥这吼，拢总甲咱加油吼。今仔这档期。你毋是干那甲芳玲加油尔，你是咧甲家己全直接煲吼，点油、吹油落去哈。哦，啊，你就感觉讲，你若炒一段时间，你就感觉讲吼，啊，哪会加遮轻松？吼，啊，即摆毋免阁去安尼，毋免阁去安尼煮安尼遮长的，毋免去煮啊。甚至有诶观众朋友讲啊，我着艰苦诶时阵吼，拢食一寡止痛剂。是。啊，你知影止痛剂吼来。迄是较早，吼，无好诶物件，无新诶物件。啊，无芳玲讲诶，讲，我都伫咧耍，伫咧耍，伫咧抽，伫咧疼，艰苦啊，无食哪有法度？是啊。但是无食，暗时我讲疼甲困袂去。但是即摆无共，无共，即摆有较好诶物件，对对，佫袂伤身体，对无？啊，佫安尼豆，我咯，甲你控底，豆甲你控开哈。好，啊来线卡电话，咱等下芳玲若有节目了后，工人甲芳玲阮拢线卡继续服务哦。嘿，电话佫继续卡哈，来再来一首。走马灯。
谢咱阮春雄大哥、英国哥哥、咱的吴家明大哥、马玉山大姐，你的捧我声。想今后想早前，做牛一定定，历经沧桑的情景，谁人来可怜？悲欢离合全无停，无情啊无情，冷暖世情都会变，人生缘路走袂停。想今后想早前，做牛一定定，历经沧桑的情景，谁人来可怜？悲欢离合全无停，无情啊无情。乱世情都会变，人生缘路走袂停。来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0800-0800-815181，线口有需要芳龄工人甲你做服务的，电话继续甲咱敲。